节目一开始，咱赶紧来关心基泰台的人家厝落落去。基泰建设伫昨暗是头届开说明会，总经理有会室的，嘛有说明重建甲安置的措施。也毋过有住户是愈听愈火大，认为建设公司无诚意，因无法度接受。台北市政府嘛批评基泰建设讲白贼，无甲1亿的救灾金汇入去指定的口座。大户有人希望坐来好好啊谈，因过有人认为是浪费时间。基泰建设的总经理彭先勉昨第一遍开说明会，向25户同灾户道歉，并且说明安置重建。因过大户听了真火大，我都搞不懂，我们今天来他是来慰问我们，还是在讲他的千秋大业？我觉得真是莫名其妙，气死我了！还有住户在那边配合他。彭先勉提出汇款单，讲台北市政府所有要求，基泰拢有做，而且10月1日起就把钱汇入指定的口座。因过市府怎么搁要申请第2波假口啊？我们是做事的公司，我们不是作秀的公司。那也许他们目的不在为解决问题，而是希望制造问题。那企业搞倒了，对于大家的福利是增加还是减少呢？因过实际看基泰资料，其实是把1亿转到基泰家己的富邦的口座，等于是把钱从基泰 A 口座转到 B 口座安尼。政府批评基泰讲白贼，面拢袂红。像基泰这种说谎不打草稿的做法啊，把自己的钱从左手转到自己的右手，就叫做做好了这个救灾跟安置的工作。各位觉得这种方式是有可能经得起社会的检验吗？基泰他并没有把这个钱汇进去，而是不断以他公司内部程序的理由说没有办法这样做，那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愤怒。彭先勉讲，只要市府愿意甲基泰签信托契约，钱随时拢会当转入指定的口座，无问题。但是所提出的汇款证据，所予人发现无法律的效力，和大户无法度相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